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朱家角古镇。朱家角是上海很有名的小巷，也叫上海的威尼斯。今天我们一起看看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。这里有很多古老的房子、小桥和河流，很多游客来这里拍照、散步，还可以坐船。我觉得这里很安静，也很漂亮。它就在湖里。但是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，我怎么会不喜欢？这里上海最早的时候，一个是城隍庙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最石门。没事。后来我们逛了这里的集市，这里卖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我看到了很多漂亮的传统发展，我还看到了很多荷花，荷花非常漂亮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里卖很多昆虫，有蝎子、蚂蚱，还有其他昆虫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所以我觉得很特别。我们还看到一些人在做传统手工艺，他们做得非常认真。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意思。我们还吃了很多当地的好吃，我觉得味道很好。因为很新鲜，我还想再吃一次。我们参观了一些卖传统手工艺品的商店，也欣赏了很多精美的雕像。后来我们去河边喂鱼，河里有很多大鱼，它们一看到食物就游过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后来我们坐船游览了这里的河，坐在船上可以看到古老的房子和小桥，风景非常漂亮。这次坐船让我觉得很放松。今天我们在朱家角玩得很开心，这里有美丽的风景、传统文化和很多特色好吃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还想再来一次。谢谢大家。